你好，匯控私有化，恒生嘅佈局失敗。匯控向恒生提出世紀嘅私有化，匯豐銀行同埋恒生銀行嘅地位舉足輕重。匯控用上1000億元去收購，動機未明。當然，我有揣測過其私有化嘅背後嘅原因。我一向重倉銀行股，包括國企同埋個本地同埋國際性嘅銀行股。就算美股，我早年都有計劃買入細摩。近期銀行股嘅表現非常亮麗，可以見到市場對其爆煲少咗一份憂慮。私有化嘅程序完成，相信都仍然要2個月。完成後，組合嘅現金將會滿瀉。啱啱先至選擇咗宋置用以股代息，表示組合喺近月股市強勢下仍未揾到目標，現金又越嚟越多，而安全性亦大大提高。原本計劃私有化完成前會預先買一啲匯控、建行或者中銀香港等，因為我認為私有化嘅成事嘅機會相當高。可惜當時嘅佈局受到阻，近月銀行股處於強勢，以年度新高展現。但組合強調，即使係持有現金，組合都可以買一啲中短期嘅美債去保持流動性嘅回報，冇任何嘅迫切性勉強買入。耐性係投資成功嘅最關鍵嘅要素。